大家好，我係 Ricky。今個影片同大家分享一下，題目係 Provisions 撥備。Provisions 呢個 terms 喺有規模嘅公司，包括上市公司，都可以喺財務報表上可以見到。我會利用一題 ACCA 歷屆試題部分嘅內容 multiple choice 同大家分享一下有關呢類型嘅題目。首先我哋嚟睇下以下嘅題目啊。有間公司叫 Jeffers， 佢嘅財務報表係10月31號20X8年就年結。咁除此以外，呢間公司有一個 court case 訴訟喺20X8年10月31號，有關於貨品。呢個貨品係 faulty goods， 有缺陷嘅貨品，而呢個貨品係 Jeffers 公司呢間提供嘅。咁法律意見就指出佢要賠償，呢個賠償個 chance 比較細，要俾嘅話呢就6個 million。但係另一個比較高嘅 most likely outcomes， 比較大機會要賠償嘅金額就係5個 million。咁兩個情況都好，呢間公司亦都必須要俾 legal fees， 銀碼係0.2個 million。咁以上嘅payments 費用必須要預期喺20X9年10月31號，即係話財政年度年結之後1年就必須要預計 expected 要俾嘅。咁 Jeffers 呢間 company 有一個 cost of capital 10% 作為 discount factor， 融資成本10%。咁題目要求就要揾出嘅數目 amount， 應該記錄作為一個 provision， 關於以上嘅 outstanding cost case 喺20X8年10月31號就要記錄 recognized。 或者我哋嚟處理呢條題目之前，睇睇有關相關嘅 accounting standard。呢條題目係有關於會計準則 IAS 37 Provisions, Contingency Liabilities and Contingent Assets 撥備、或然負債同埋或然資產。喺 IAS 37第14段 Recognition 會計確認之下A、B、C 呢3個條件必須要符合，先可以作為一個 provisions 喺個財務報表上裏邊作為記錄入賬。A provision shall be recognized when A 當一個 entity 有一個現時嘅責任，而呢個現時責任包括有 legal 同埋 constructive。由於過往嘅事件發生。第二 B 呢個必須要 probable outflow of resources 資源流出，而呢個資源包括現金或者其他資產，被要求履行呢個責任。最後 C 一個 reliable estimate 可靠嘅估計，呢個估計可以計算得到履行呢一個責任嘅 amount 費用或者數字。咁即係話上邊 A、B、C 3個條件必須要同時符合，如果唔係嘅話呢，
就唔可以呢個 provision 作為一個確認記錄為喺財務報表上裏邊作為一個數字。換言之，是但一個 A、B、C 唔符合嘅話呢，咁都唔可以作為一個 provision。而 present obligation 裏邊牽涉到嘅 legal 或者 constructive 呢度嘅內容，或者有機會以後安排一個 video 同大家再分享一下有關 legal 同埋 constructive 呢一個 terms。簡單講解過喺呢一度第14段 recognition 之後呢，我哋或者睇翻以上嘅題目啊，睇翻條題目，呢條題目要做需唔需要做 provision， 所以要睇翻頭先我哋3個條件符唔符合。第一個條件，呢間公司有一個 outstanding 嘅 cost case， 咁換言之喺呢一度已經有一個 present obligation。跟住 defaulted goods 喺呢一度已經係一個 past event。咁換言之喺呢一度 A 呢一度已經符合咗第一個 A 嘅條件。我哋繼續再睇啊，喺呢一度有2個情況發生，要 settle 個銀碼，第一個6個 million， 第二個5個 million。 而由於題目要求要 probable， 個 recognition 要求係 probable， 所以喺呢一度 most likely outcome 喺呢一度就係 probable， 因為好大機會發生。如果好大機會發生嘅話呢，就喺呢一度就要用5個 million， 就唔係呢度6個 million。因為呢個6個 million 喺呢一度就係講好細嘅 chance，small chance， 所以喺呢個6個 million 就唔適當用啦。所以 B 喺呢一度 probable， 喺頭先嘅題目就係6個 million。 我哋繼續再睇啊。而另外 Jeffers New Company 有個 legal fees 亦都需要俾 0.2 個 million。 咁換言之喺呢一度5個 million 再加 0.2 個 million 就喺呢一度就作為一個 probable， 就必須要放翻落去財務報表裏邊。咁換言之5個 million 同埋 0.2 個 million 呢2個數字亦都係 reliable amount。 換言之第3個條件 C 亦都符合埋。咁換言之以上嘅題目3個條件亦都符合晒嘅話呢，咁呢個 provision 亦都可以 recognize 記錄喺呢間公司嘅財務報表裏邊作為 provisions。 我哋繼續睇翻以上嘅例子啊。咁換言之 provision 嘅 amount 就係 0.5， 應該係5個 million。 5個 million 再加 0.2 個 million， 但係亦都要考慮翻呢間公司嘅 cost of capital discount factor， 因為呢個數字整個數字
係 20X9 年10月31號，係財務年度之後1年後先俾，所以喺呢一度亦都要考慮翻個 time value of money。time value of money， 因為呢個會計準則亦都提及過 measurement base 嘅 time value of money。咁換言之，呢度要考慮翻作翻一個 discount。咁換言之，呢個數整個數就要乘翻 0.909。咁最後得出嘅答案就係 4.7 個 million run up 咗之後，咁喺呢一度正確答案就係 C 4.7 個 million。 咁簡單地總結一句，如果做一個 provision 嘅話呢，必須要有3個條件作為 recognition。第一個就係有冇個 present obligation， 跟住係咪 probable 會係 settle 呢個 obligation。第三，呢個數字 amount 會唔會係 reliable estimate？ 如果3個條件符合嘅話呢，咁喺呢一度嘅 provision， 咁就必須要求做翻一個 provision， 根據呢個會計準則 IAS 37。而另外呢個數字需唔需要 discount 嘅話呢，咁睇下呢個數字係咪考慮翻個 time value of money。 如果喺呢個例子裏邊1年後先俾嘅話呢，咁就要考慮翻呢間公司嘅 cost of capital 幾多，而 discount 翻作為一個 present value 去睇翻呢個數字啦。影片講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